大家好，今日同款要先来讲一寡普遍性的概念。咱咧分析问题时阵常常用到这个物件伊英文字叫做 model。model 这个字足忝啦伊伫英文字内底上无，我个人知影伊都有3种接应的意思咱先来看。第一款用咱的话讲你当甲叫做模型，一个模有一个实体的形体。这模型就是像讲咱的飞行机啦还是车啦还是建筑物啦还是讲一寡足微小的物件，像讲细菌，咱要互人了解时阵，咱可能会做一个足像的，迄外表看足像的一个代表物啦迄就是叫做模型，伊就是一种 model。还有一种咱的话咧讲，咱拢直接照这个音叫做 model 毋是model，伊就是迄种穿这个衫去展现一寡设计师的伊的设计概念这算一种艺术性的表现。搁来有一款就是咱伫科学上，也是工程，也是数学、物理、化学拢有做接有种物件的。迄就是有哪共款用一款模型的物件毋过伊无一定是实体，我加号做模度，这个度就是发度。咱用一寡像模型的物件来表达一寡概念那像咱想一个办法，想一个法度去做代志安尼这叫模度。这3款物件伊拢是咧讲一件代志，伊咧讲一个概念。好，咱今日来讲一个概念性的物件。咱讲到模度model，我来做一个实验像讲我来画一个圆箍你感觉这是啥？可能是任何的物件，无人知。我若加画2点乌乌的，有人可能会想那像有想一寡物件我若搁加画一条线这一个笑面，人的笑面，这就是一种概念的表达。毋过你斟酌去遐想，敢有人正经生这种形的？无可能你若讲有人生这种形，惊伫路，你迄人惊死毋过安尼就是一种概念的表达伊足简单，会当表达出咱要讲的物件毋过这个模度以这个例来讲，伊就一寡限制。安怎讲？我若要表达这个人伊的动作安尼若要做动作，我是毋是就爱甲伊的身躯画出来我有骹有手我若画安尼，我想讲伊可能作用会咧等伊的迄落体格也是咧做运动。当然这是因为咱有共款的一寡咱人特殊的社会基础你较好度去了解这个图。我若听讲我要甲一个外星球来的外星人讲，阮地球的人有5支指头上无我会直接安尼画我要甲指头画出来安尼我来当甲讲，阮有5支指头爱当做甚物代志？你上无爱甲这个部分表达出来，安尼你这个模度较好度传达你5支指头的这个概念，像安尼是安那要开始甲大家解说一件代志。这是因为我过去家己咧学习的过程会碰到一个大问题。咱这个刷落来，我按算要对迄个简单的原子 atom 原子的概念，去甲大家讲迄落一寡物理的物件啦这个原子伊就是组成咱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足基础的组成的单位安尼。这个原子伊嘛有无共款的模度，无共款的 model， 咱刷来甲大家介绍着。记得我做学生时，我就碰到一个大困难啦我想讲，大家应该拢可能拢有看过我遮有安尼有无我安尼画，你也感觉讲这就是一个原子，还是核能的物件。就想原来就是生做安尼无再去看讲毋对佫有别种无共款的表达方式画出来都完全无共款。毋过伊拢是要讲共款的原子atom这个物件。你就会客讲较会共一个物件，有无共的科学家用无共的迄个 model 来讲一件代志，安尼我到底要相信什么人？咱回倒转去头咱讲迄个人的迄个例你安尼画，那么知这是一个人。你若要画好较斟酌的，我讲我有一个人，有一个鼻有目眉我有目睭，我有喙佫有头毛佫有耳你画好较有扫的，安尼嘛是一个人。毋过你会当表达的部分甲你的一寡概念性的物件，伊就无共款像讲你若要讲头毛型，我当然爱画这个人安尼，你一看知这可能是一个少年人伊头毛是生做什么型你若甲画遮简性的物件，你可能甲来表讲这个人是咧笑，还是伊事实上是咧生气咧大声安尼，会当表达无共程度的概念安尼所以讲模度这件代志，伊就是第一，伊参真正世界的物件。
绝对无共款，绝对有精差。咱无法度100%去表达一个真真正正的物件，一定是安尼。第二就是看你的问题，看你想要分析的表达的重点伫倒位，你会爱想办法去设计一个适合的模度来做这件代志。好，以上甲大家分享到这，咱后一回合继续来看我穿着啥啦，咱继续来探讨，感谢。